北欧神话中的雷神索尔竟跟他的死敌巨人族磕起了 CP。自从索尔成功炼化雷神锤后，巨人族就活在了无尽的恐惧之中。曾经高高在上的他们，在索尔面前变成温顺的小猫，甚至是摇尾乞怜。索尔也逐渐开始享受被人惧怕的感觉。而萨克莎为了摆脱自己在家族的奴隶身份，愿意牺牲色相去迷惑索尔。计划是在对方放下警惕后偷走雷神之锤。在萨克莎的一番骚操作下，索尔果真抛弃了曾经的女友和他结合，并在自己母亲二婚典礼的这天，索尔当众公开他们的关系。奥丁不想看到他一错再错，让他不要被锤子的力量蒙蔽了双眼。哪曾想如今极度膨胀的索尔对他的好言相劝根本就不买账。而找到靠山的萨克莎突然不认账，准备利用索尔的力量继续胁迫他们成为家族新的掌舵人。此时福友心中即便有10000头草泥马在奔驰，但表面上还是要和颜悦色的服从。母亲对儿子突然的转变感到奇怪，于是找到豪宅问清楚。而此时的索尔却不耐烦地嫌弃母亲太啰嗦，甚至也向他举起了万能的锤子。与此同时，最近小镇上频繁有旅客失踪，甚至连尸首都找不到。警方决定对小镇展开地毯式的彻查，因为血统闹得无家可归的洛基却担心饲养在湖里的儿子耶梦加德，于是他带着食物去喂他，但他却似乎像没有食欲一般，死活不肯露面。上那儿就给你好了。瞬间洛基的尿不湿都尿湿了，难怪啊，吃惯了肉谁还会吃面包呢？其实最近失踪的游客都是遭到福友的诱骗，投喂给了城市巨蟒，希望他能更快的长大。而如此异常的风吹草动也引起了奥丁的注意，他赐予黑妹能窥视未来的道具，让他看一下索尔的未来。黑妹挑选了一个僻静的地方，将道具逐一摆好，默念起芝麻开门的古语。随着瞳孔变色，他果真看到了诸神之战，但结果却令他后背发凉。原来他和索尔在大战中都被城市巨蟒所杀。惊恐中，他急忙收拾道具还给奥丁，可他却没说自己看到的结果，只是让奥丁照顾好索尔，然后便急匆匆地离开小镇。而被他人掌握命运的日子并不好受，很快福友就趁萨克莎不在，邀请索尔去湖上试驾新买的游艇。为了以防万一，校长还暂时将洛基软禁。而此时的索尔还浑然不知，自己所驾驶的游艇已经被人动过手脚。